200萬喺 Richmond 可以買到啲咩呢？今日就帶大家嚟到 Riverdale 呢個社區，呢度呢幾分鐘車程就可以去到 Richmond Centre， 但係其實轉個彎呢已經係完全唔同嘅居住環境啦。今日帶大家睇一間豪宅。呢間咁豪華嘅獨立屋，土地面積有成15000尺，而室內面積呢有成5700幾尺。一入到屋呢，右手邊就有一個好 grand 嘅 piano 啦，左手邊呢就有一個辦公室。有冇留意到呢？樓底係真係好高噶，而且首先一入屋嗰陣時呢係2條樓梯上去2樓噶。咁我哋再進入些少呢，就有呢一個招呼客人嘅客廳啦，亦都有另外一個 family room。呢間獨立屋2016年興建，全部都係 custom build 噶。你睇下個廚房咁獨特，你就知道啦。呢間屋呢，大到仲興建咗自己一個獨立嘅娛樂室啦，然後呢，方便大家可以飲幾杯啦，唱卡拉 OK 啦，然後仲可以有呢個細細嘅高爾夫球室俾你做下運動添啊。輪到上2樓睇下啦，樓上呢一共有4間房，呢個就係第一間房。你唔好以為係主人房啊，其實唔係啊，但係佢仍然有自己嘅獨立洗手間。第2間房間亦都係有自己嘅套廁間。第3間就犀利啦，因為俾屋主放滿晒佢啲 Hermes 嘅手袋盒啊。咁每間房呢，其實擺到 king size 都綽綽有餘噶。好啦，輪到呢一間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係連接住 balcony 啦，氣派十足，當然又有 walk-in closet。主人房露台呢就望到出邊中學嘅景色啦，同埋自己一個特大嘅 backyard。咁其實呢間屋仲有一間客房嘅，就喺下邊，同埋當然有洗衣房啦。而家呢間屋叫價490幾萬，如果想睇就揾我帶你嚟睇啦。拜拜。